身強嘅同學，咁咧往往嚟講咧，唔係代表咗健康嚇，而係講你嘅精氣神嘅意志力上面嗰個堅忍嗰個堅持忍耐事情上面，會比身弱嘅人強啲。身弱嘅人做事情嗰個意志力同埋忍耐能力，相對身強嘅人會弱少少，佢會有更加多嘅計仔。第二個，身強嘅人，因為啱先講咗精神力、意志力會強啲，咁呢喺佢嘅行動力上面呢都會有啲優勢。所以身強成日都話身強得財係點解呢？係因為佢嘅行動力會強，因為身強代表咗財啊、官啊、食傷啊都係弱嘅。咁咧佢自己嘅手段雖然冇，因為佢手段咧冇身弱嘅人咁豐富，但係佢自己係真正係做咕喱落苦力去搬磚去擔泥，係執行力係比較高啲嘅人。咁啊喺氣運層面嚟講嘅話咧，身強嘅我哋啲師兄朋友啦，佢擔得起財官啊嘛，佢經得起食傷嘅嗜好啊嘛，所以身強嘅人喺氣運上面咧，佢都會即係一生人之中咧，要佢去解決嘅問題相對嚟講會比較多一啲，跟住咧佢嘅面對嘅壓力同埋挫折以及困境都會多啲，但係喺挫折困境面前嘅恢復能力亦都會更加強。